伫咧新店德北有一间鸡条，这头家开放予亲戚朋友，逐个月纳500块营养费，领养2只鸡。自安尼时呢，每个月每一个人拢会当摕到60粒的鸡卵。30外平的鸡条，每一只鸡看起来营养拢袂歹。原来一开始有朋友送10只鸡予主人饲，尾仔主人饲出兴趣，愈饲愈济，上济时有70只。规气交朋友，逐个人逐月日出500块。领养2只鸡啊！基本上每天现采现剪呐，所以这个很健康，就安全有保障嘛，然后蛮划算的啦。每个人出个饲料钱就两只认养2只鸡500块啊，一个月60颗蛋啊，等于1只鸡30颗。最近市面欠鸡卵，当初时有领养鸡仔的人，这阵啊拢真欢喜。因为逐工拢食会到鸡卵，个人想要领养更较侪只。很多啊，要我叫他们买鸡来，我帮他养。现在店要7月底才有，7月底才有鸡啊。主人讲，目前3个月大的鸡啊，平均卖220块，只要饲6个月左右，就会逐工煮卵。不过即马市场上想要买鸡仔囝，确实拢有困难。记者刘君豪，新店报道。